大家好，我係 Andy，一個從只得8毫子零用錢到財富自由嘅香港人。講個故仔你聽。咦，阿堅又睇住個紅色 P&L 嘅戶口喺度享受人生啊？定係等緊奇蹟出現？你隻一世唔放愛股，識得自己爬翻起身？收聲啦你！幾年前後悔冇買，跟住忍唔住高追，係曾經升到 to the moon 噶。但係點知會劇情反轉嘅啫？你本咩書啊？睇到笑吟吟咁樣。致富心態啊，呢個 chapter 正啊，話你會改變，即係話你今日當係寶嘅嘢，第日可能當係草啊。包括你曾經摯愛嘅 dream car 同埋你隻愛股啊。吓，我個人好專一噶，我條底褲穿窿仲着緊啦。專一個屁！你記唔記得你25歲嗰陣時講過？我要買跑車，住半山，晚晚落老蘭。而家你上個月先同我講，最幸福係老婆批准我打機打到凌晨3點。你嘅人生目標縮水縮到仲犀利過土耳其里拉啊！咁人會變噶嘛？呢啲叫做成熟。咁你呢？你咪又係由一個風一樣嘅男子變成風一樣臭女嘅爹哋。所以我咪認咯。呢本書就係叫人認清楚人會改變呢個定律。佢話我哋儲錢為將來，但係將來嗰個你同今日呢個你根本係兩個唔同嘅麻甩佬。咁點算啊？我份理財計劃咪真係廢嘅？咁又未必。喂，你知唔知咩叫慘過坐監但發咗達啊？我阿叔80年代買層樓，當年嘅離印費、律師費貴到癲啊！沽樓好似同層樓離婚咁麻煩，佢咪被逼坐監咯。一坐就40年啊！點知而家層樓升咗10幾倍，佢當年嘅冇得走，反而逼佢發達。哇！咁即係冇彈性仲着數？着條鐵，你要分清楚有型嘅冇彈性同笨實嘅冇彈性。我阿叔係揸中件實質資產，當年港樓喺條大升軌上邊，佢嘅手扣腳鐐，即係高交易成本，反而令佢唔會中途跳車。呢啲叫做被逼成為人生贏家。咁笨實嘅冇彈性呢？問得好啊，即係你老婆個姨媽走去買份儲蓄保險啦，鎖你20年，回報仲低過你每年嘅利是錢，提早攞錢仲慘過同財務公司借，斷單咩？又蝕一大截。呢種就係揾個鐵籠自己捐入去，仲要俾條鎖匙人，純粹懲罰自己個荷包。哦，咁即係話理財唔係一味講彈性或者長揸，而係要識得揀。一部分錢攞去買有前途嘅資產，例如市值型大盤 ETF、優質核心地段嘅樓，然後同自己講乖乖地坐定，唔好手多多。呢啲冇彈性係策略。另一部分錢就好似你後生去滾咁樣，走得快好世界，擺現金、活期、易沽嘅嘢嗰度，等機會嚟可以博取，等急用時可以救命。即係又要威又要戴頭盔。Bingo，呢啲就係理財嘅藝術，唔好 all in 一飯。理財太靈活呢，就坐唔到大錢，但亦唔能夠全部錢鎖死，等自己第日想變陣都變唔到。你估玩俄羅斯方塊咩？一路搭到頂就 game over 噶啦。你要留翻條生路，即係流動性，俾未來嗰個可能已經禿頭兼有個肚腩嘅自己。哇，聽落好似好有道理咁。咁我嗰份一世唔沽嘅清單拎出嚟撕咗佢啦。10年之後你望翻，可能笑到喊啊！哎呀，當年我做乜為咗隻乜乜科技同老婆嗌交，真笨實。人會變，所以世界一定會變。現實非常實際又殘酷。當日嘅明日之星，有一日隨時俾市場拋棄，成為明日黃花。遠嘅例如思捷、BlackBerry、柯達；近嘅例如泡泡瑪特、MicroStrategy、Circle。投資者曾經以為會同愛股共存亡，幾年之後就絕望地只希望打喎。記住啦，最精明嘅理財就係對未來嘅自己好啲，留翻個彎可以轉。當然唔係叫你去滾啦，係叫你唔好揸死唐太衝落懸崖啊！好啦，大師，咁呢餐你請啦，等我保留多啲財務彈性，伙計唔該。
呢位先生埋單，同埋加個菠蘿油，我要開始善待而家嘅自己。頂你個肺啊！你嘅彈性就係建立喺我嘅冇彈性身上。呢餐你記住，第時你發達，我要分紅噶。睇緊片嘅你有冇曾經至死不渝嘅愛股啊？你而家同佢嘅關係如何？歡迎留言講下。鍾意呢集就 like and subscribe，share 俾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，thank you。